实现是你的愿望。海绵宝宝，那就敲敲脚板。你渴了吧？伟丽，这个是用台南凤梨打的金钻多多吗？看起来超好喝的耶！除了金钻多多，我的凤梨绿茶又香又甜，而且刚好有金钻凤梨那种甜蜜蜜的酸酸甜甜的滋味，非常的好喝哦。而且金钻凤梨除了富含叶酸维他命 C 钾离子对于我们爱漂亮的女生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A few moments later. 台湾的农民非常厉害，凤梨除了有苹果香气、牛奶香气、桂花香气等品种，还有世家凤梨，直接剥来就可以吃了。像我一样不会削凤梨的人来说，非常方便哦。台南是台湾种植凤梨的第2大产区，凤梨在夏天可以拿来入菜，包括像是我们的凤梨炒饭、凤梨虾球、夏威夷披萨，被范围非常广呢。那可不是，台南的凤梨香又甜。现在疫情解封啦，很多人都冲国旅，要不然就是冲出国。但是我们的阿哲市长也没闲着哦，他带着我们的关庙凤梨冲到东京，冲到香港，冲到全世界呢！哇，这么厉害啊！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还有我们理事长来，我们准备峰会。凤梨心。好来，它的声音比较没有像刚刚那么的脆，对，因为鼓声跟骂声有差，所以鼓声跟肉声，有一首歌，市长来了，现在很多人是好像有人是两组、3组、5组、7组在订，对不对2023台南凤梨红笋季婚礼什么季？好，然后关帝爷凤梨酥赞不赞？赞。6月我们全台湾都在盛今年第2次了，今年是第2次，因为前年、去年也都有哈。那除了凤梨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台南的农特产品，像等一下又要去你的选区看芒果还有等一下下午又要去看我们的兰花还有看这个我们其他许多农特包括文旦，还有包括其他很多好的台南农特产品。部分我们在东兴食品产，接触了蛮多的通路商，所以说，很多通路商对于台湾的这个，包括芒果的果丁、凤梨的果丁，那个时候芒果还没上市嘛，所以说拿一些冷冻的果丁，他们的印象都非常好，所以说我相信今年应该经过政府的大力行销，还有民间的自主努力，我相信今年的果品的出口应该还会比去年比起来，应该还会更好。
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6月14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咱先来关心议会定议会。面对台湾首府大学要抗击亏损已经停招，将伫明年5月正式退场。议员吴通良伫总咨询强调，徛伫地方发展的立场，要求市府积极向教育部表达。希望接管学校的资源，用来规划全民运动馆等等的建设。议员吴通良表示，台湾首府大学去年因为董事会资金不足，已经被教育部列为专案辅导学校，111年国系所的全面停招，虽然一直到明年5月才完全退场，不过议员徛伫地方发展的理由。积极希望市府接管，争取学校原本的资源，看是要规划长期照顾中心，还是全民运动馆拢便便。市政府们让先足侪钱啊，比如我在争取一个全民运动馆，那总要去善用那边的场所来把它更改为全民运动馆，有没有道理？我都愿意，我都愿意，但是跟你报告就是现在因为学校还没有退场，到今年7月以后，8月1号开始学生走了。才会。我知道。他教育部，因为他学校有跟教育部借款，借钱来发下薪水啦，所以钱也未行啊，中央会先接管，接管了，咱要甲中央申请讲，无恁看会当，看安怎样会当，互阮一款设施，因为中央嘛听讲有机关要进驻。议员除了争取接管台湾首府大学的资源，嘛进一步针对地方多年争取的6家青少年极限运动场，要求尽速规划，期望今年得当定案。会中嘛用以争取6家多功能运动公园的建设以后，包括沙滩排球拢成为比赛少用的场地，对地方发展扮演重要角色。台南新闻军职张硕维采访报道。咱台南市今年7月份为 U12 校棒比赛开始，到全国运动会，有一连串的全国性比赛将要登场，而且还有明年台南400各得10亿预算的大代志。不过议员陈培雅就指出，到今相关实际行销拢看无，要求市府爱检讨如何借此提升员工经济效益。议员陈培雅以今年7月28开始，台南筹办 U12 校棒比赛，以及10月份总经费5亿的转运会，一直到明年台南400以台湾灯会登场等大代志。议员强调，这拢是带动台南经济效益，加提升社区行销的重要活动。不过，到底市府敢准备好势？市长。你们争取到，我咧问讲，你对这活动未来，你想要互伊带动台南市的环境是啥？你无讲呢？其实你讲的很重要，就是不是为办活动而办活动，是为了说，第一个整个城市要进步要提升，第二个台南400可能就是一个值得纪念，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印象的一个里程碑。台南300年的时候，我们都还没出生；台南500年的时候，我们都不在了。所以刚好光逢其盛，碰到台南400年，因此呢，我们才要用种种的活动来烘托，来能够让更多的市民甚至全国的民众都记得这一点，记得这一年。市长讲到社区行销，不过议员进一步质疑，不管U12转运会等系列活动，到今也无看到实体行销，和市民无感受任何比赛气氛。到底是人力还是经费不足？要求体育局检讨改善。台南市敢办这一大型活动是咱的骄傲，要提升咱台南市知名度，互全国知影咱的特色是啥，互全世界知台南市是偌优秀。结果呢，我无看到。我每天从我的服务处到我们议会规抓咯，体育场是我们的指标，运动的指标，我无看到啥物，都没有看到。在我们的高铁站、在我们的火车站内底，都无看到啥物。我们7月份就要开始。7月份要开始。台南拄着转运会以及400档的难得盛会，这活动并社区行销，全民拢在看。台新闻军职张硕维采访报道。
议员赵坤元表示，东山175休闲农业区有棚柑、咖啡等地方产业，不过175咖啡公路专线却因为树木无修剪、路面无修补，嘛无停车的空间，造成游览车无意愿入来。所以，伊伫个总咨询要求爱跨局处做检讨，并且积极行销全力拼台南的产业观光。东山175咖啡公路对2006年启用交大，结合当地碰柑、咖啡、加连接关岭温泉，一直是带动地方产业观光真重要建设。不过，议员赵坤元总咨询表示，咖啡公路两边因为树基生甲满满实，加上路面无整修，已经影响游览车进出的意愿，要求市府改善，全力拼产业观光。因的讲法，就是讲，因唔敢车唔敢来到这条，唔敢从游客载来遮，因为因的车会叫手机下歹，所以因唔敢来到咱东山咖啡公路，甚至咖啡园区安尼来看咱的观光客影响偌济。最主要是在计划吼，阮加强咱这个修正啊。路面其实这几年来吼，咱拢一直咧维护。175线街道的部分，大概咱差不多伫111年时阵，咱就才做好。啊，最近咱也阁有机会吼，继续咧铺这个175线。我知影你有去争取一条前瞻计划，要要来铺这条175线到关仔岭，对东山到北河，我是讲已经啊。过冬啊吼，选举前较近，都无看到咱咧叮当。面对东山175休闲农业区的环境，除了干务局，议员也点名农业、交通、观光等跨局处，希望市长整合资源，包括争取公车车体广告、公部门土地拓宽做停车等全方位投入，来帮助地方发展。台南新闻军籍张硕伟采访报道。中嘉宽屏三冠农上主车甲安南病医合作，持续引入社区宣导、媒体素养。即届来到安南区城西里，为社区的长辈讲解安怎分辨各种来路不明的假消息，同时透过游戏，让长辈感觉趣味，而且印象非常深刻。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走入社区，结合安南医院关怀据点，安排媒体试读课程。当中除了威廉王子比中指的经典案例，讲师更用心地融入时事议题和许多网络影片，让社区长辈们分辨真假。那非常感谢那个中嘉宽屏这一次可以跟我们的安南医院一起合作，然后能够让我们的长辈能够更了解有关于就是媒体试读的部分。然后因为我们长辈大多都居住在偏远的地方，然后也都是看电视为主，所以像刚刚今天上课的内容非常的受用。课程也利用趣味的互动游戏，让社区长辈加深对假讯息查核的重要，同时还有奖征答，让长辈们获益良多。课后许多长辈都竖起大拇指，直呼课程非常赞，让他们学习到许多知识。今仔上课这个课程上课了做好，大家做欢迎，有详细，较了解。啊，以前咱也捌接触到这就对啦，足好的啦，足赞啦，提醒咱这的老人囡仔啦吼，唔通许欺骗伊啦。感谢咱中嘉宽屏吼，即个会当安尼吼来做一个即个先导活动吼，遮长辈会当安尼熟悉，啊会当捌真济讲即摆社会所发生的代志吼，啊因会当真紧吼。会当有一个常识防止这个诈骗减少损失啦。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讲师许曼珍也鼓励现场的长辈，可以透过有线电视第3公用频道和第4频道台南生活台，接收台南地方大小事，借此再提升长辈的媒体识读能力，使阅读新闻及讯息时有正确的判断能力。记者杨顺怀台南报道。
伟创资通甲阳明交通大学合作，伫阳明交通大学的台南桂林校区成立智慧甲热能产业创新联合研发中心，14号举行揭牌仪式。未来将成为全国首创世界级的智慧制造热能领域的研发中心，以及培育人才基地。智慧甲热能产业是目前产业发展趋势，人才培育是上关键的第一步。因此，伟创资通投入国际的经费，甲国立阳明交通大学产学合作，成立智慧甲热能中心。把这个创新，我们的研发变成带领我们产业发展的这个火车头。我个人是非常认同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样的一个实际操作就会在我们台南校区我觉得它是一个充满各种想象富含生机的一个新的 campus。伟创资通董事长林宪明甲阳明交通大学校长林启峰、志愿基金会执行长吴成文等人签署合作，强调实现智慧制造甲热能的产学研发，以及人才培育机制等产学共创模式，促进跨领域的研究合作。产业界跟这个学术界、学校这边能够共创价值，包含能够协助这个学术的发展，也协助产业的发展。然后这个两方的这个发展，又创造社会更多的产业的价值，以及人才培育以后扩散到整个社会，能够协助社会跟国家的发展。那这个也让台湾呢是真正可以让全世界感受到，以台湾为中心，而能够加惠，能够去 benefit 我们所有的国际的partner。那就像施董事长讲的，我们其实是一个技术服务的中心，而不是只是一个制造业。那这个定位也是不一样的。校方预计伫113学年度设立智慧物联网产业硕士专班，推动智慧制造甲热能电子，进行创新智慧服务、智慧科技、智慧工业物联网的跨域研究，期待会当开展阳明交通大学甲台南在地产学共创合作。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台南有一位20外岁查某囡仔，因为车祸造成颅骨甲面骨严重受伤，而且连下面的门牙拢被弄甲歪去。急救出院以后，前往基美病院去科部进行专业的评估。医师建议患者先将害去的喙齿挽掉，等空喙好再进行引导骨再生术以及喙齿矫正的治疗。为这张 3D 图来看，会当看到颅骨以及面部拢有骨折情形，一个下骹喙齿也被弄甲歪歪斜斜。基美病院气科部主治医师曹瑞斌表示，像这类严重案例，在进行植牙治疗进程，要经过一连串精神评估甲分析后，才会当定出上适合植牙计划。像这么严重的病人呢，其实他在做植牙治疗前呢，需要做一个非常谨慎的评估，包括说他的咬合形态、那骨头条件的多寡，那经过这些计算跟分析之后呢，我们才能帮他定一个比较适当、比较适合这个病人的植牙的治疗计划。那像这个严重的病人，他其实还需要做一些矫正的治疗。那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一旦把牙齿种进去，植牙种进去之后，接下来要再做矫正，其实难度就会变比较高所以原则上我们会希望在做植牙治疗前，我们先帮病人的咬合重新变成一个比较合适的咬合，接下来再做植牙治疗。那像这个案例呢，他不仅做了矫正治疗，他还经历过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垂直骨重建，那以及一些牙龈组织重建等等的这些手术，我们才顺利的帮这个病人从本来非常严重的骨脊以及牙龈的缺损，重建回来一个非常健康美观好看的一个门齿的重建。曹瑞斌医师指出，喙齿创伤了后，植牙重建真无简单。若是喙齿弄着断去，如果会当将喙齿找回来，并把握黄金治疗期间，还有机会会当保留家己喙齿，无需要后续植牙重建。若是不幸创伤后欠喙齿，想要用人工植牙重建，建议要选择专科医师，或者是有经验医师进行后续处理，以确保植牙后兼顾功能甲美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高雄高山的内围赤龙宫头前有一口300外吨的古井，规年透灯一直拢有水。
庙方特别将井水过滤，给民众取用，一天大约会当提供300桶的水。而且民众嘛拢感觉井水是特别甘甜，3不5时就摕水桶去装水。民众拿着水桶来到内围赤龙宫前，打开水龙头装水，流出来的水可不是一般的自来水，而是庙方这口古井的井水。这里的居民特别喜欢喝这口井的井水，因为特别甘甜。你都有跟爸爸一起来提水过吗？还是？就是我爸爸有，我本身就是在这里，吃起来比会干干的、甜甜的。最主要是吃饭最好。煮米啊，泡茶也可以。出来若无水就紧来灌，看你灌几桶啊。有水的时候嘛，是来再灌。这边水质很好。你啉这啉习惯啦。打开庙前这口古井，井深大约8米多。庙方表示，这口井已经大约300多年了。建庙的时候，为了避免民众掉进井里，特别打造莲花造型的田网，将井盖住。里面的井水非常清澈，而且源源不绝。即使外面再怎么干旱，这里还是有井水。起码一天照我玩的累积啦，最起码300桶以上。300个人来这边取水，一天，所以你看，有时候说你这个要一直连续这么多哈，时间上也稍微会供不应求，现在也是很怕说像前几年这样又缺水但是我们还是尽我们的力量。这口古井的井水非常甘甜，符合饮用标准，但庙方为了更确保水质，还特别将井水再经过过滤，引到水龙头里，方便民众取水。民众也随喜投几个铜板，感谢庙方提供好水。这口井拢天然的啦，我们经过每工店经过滤水，经过熬上，阮用盐巴消除，经过熬才经过给提供给人来，比如说让人去饮用。山上伊流落啊，寿山遐落啊啦，寿山水流走落啊，所以这水，阮这水特别好，比人的一般的水又较好。当地的民族里里长表示，位在寿山山脚下，其实有不少口井，里内的4口井只有赤龙宫的有提供民众饮用，其他的都是以浇灌为主。即使现在水情吃紧，里民也不怕限水。周边有那个菜园的话，他们就抽起那个水井的水下去灌溉那些种植的蔬菜这样子，还有一些洗涤用这样子。就这一口赤龙宫，他们就是说实在，我们赤龙宫蛮有心的啦。因为在这种缺水的时候我们里内有这一口古井在这边的话，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福气。高雄闹水荒，政府又把脑筋动到藻井取水的老办法，而民族里里民早已经和井水相伴，虽然还不到完全以井水为生，但在都市里能够喝到井水也算是地方趣闻。记者黄冠维、赖昌邦高雄报道。高雄左营一间手工的披萨店，有一项真特别的披萨，就是伫披萨的顶面放上新鲜的蚵仔，佮再加上独家制作的泰式酸辣酱，做出独特的好滋味。而且头家每一天佮会看心情，推出无同款的小点心。手拍饼皮，抹上酱料，再放上配料，送进烤炉内，热腾腾的披萨就可以上桌了。我对披萨本身就很喜欢，我好几年前，10几年前吧，我在高雄吃过一间店，我吃到他的那个披萨，我就惊为天人，我觉得超好吃，我就立志要回来高雄开披萨店。我当初在研发面团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大概跟我的同伴吃了将近2大袋的面粉，最后才试出一个我想要的比例。重现美味的饼皮之余，老板再做出口味上的创新，将肥美的牡蛎汆烫之后，淋上独门酱汁，酸辣的口味让许多顾客念念不忘。那个酱是我们自己去调配的一个那个算是泰式酸辣酱，对我把它淋在那个牡蛎上面的话，它主要是可以去它的腥味，然后让它呈现一个比较。我想要呈现一个比较算泰式酸辣的感觉，对，这也是台湾人比较能接受，而且比较喜欢的一个口感跟味道。觉得还不错吃，因为它的食材啊，还有它的摆盘方式都用是蛮独特的方式下去做料理的，
然后自己是蛮喜爱的，尤其是在于海鲜蛮新鲜这部分，我自己觉得还不错。有咸的，自然也不能少了甜的。老板也推出香蕉巧克力披萨，饼皮铺上2根香蕉，巧克力酱再放上爆米花，香香甜甜，非常适合下午茶时光。巧克力搭配香蕉，基本上是绝配的口味，算是历久不衰吧。因为这个口味其实很久以前就有人在做了，它就是算是一种甜点的概念。对，如果说下午茶的部分来当做一个甜点来吃，我觉得很适合。老板只在平日开放内用，披萨旁边的心情小点都是依照当天手边的食材做变化，加上手工制作的甜点，让客人在每次来时都有不一样的惊喜。内用的披萨，我们统一就是用这样的 set 的方式呈现，然后一定会搭配我们的心情小点。那甜点的部分，这个完全就是板娘手工做出来的，包含像我们的烤布雷也是板娘自己做的，巴斯克乳酪也是板娘自己做的。主要是我想要去颠覆很多人对披萨的一个旧有的一个想法跟那个就是刻板印象，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成就，这也是我最想做的事情，把手工披萨就是把它推广出去，这样子，棒。记者黄冠维、卢赢家高雄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6月1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